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暝甲客停车司机座谈，各地司机引导来过暝，就是要深入了解走客停车的心路。另外，屏东市长他连续2天拢到火葬场去上班，要了解整个火化流程。针对政治人物这款的作为，中山大学的教授陈美华来表示，虽然短时间会当冲关人气，嘛会当伫媒体来献光，但是长时间落来，民众也是希望会当看到施政的成果。大雨的暗暝来到运将因兜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来带一暗，这运将一家伙非常欢喜，也阁有这过去台中的查囝嘛专工倒来看市长。韩国瑜带着果菜市场议会李同志干了后，这次是一摆带这资深计程车司机因兜，就是为着要深入了解运将因的辛苦。另外，屏东市长林协祥连续2天来到火葬场上班。对着整个火化流程嘛，全程参与。拢爱掌控起来，爱了解呢业务，做个定数。即嘛有不少政治人物，甲韩国瑜同款，网络直播。有社会学的学者认为讲，也是爱注重啲基本的施政，嘛是干那求媒体献更多。比如像韩国瑜，几乎是角色错置，他把自己当成演艺人员吗？每天好像最重要的目标是上镜头，在媒体上曝光，但市民并不知道市长除了这些之外，他想把高雄带到哪里去。但是到头来，不论是直播或者是到基层夜宿，我想人民更关键的，他会想要看你的政策究竟落实了多少。政治人物用直播来甲网民对谈，这夜宿深入民间，是不是会当互政绩有所成果，也阁需要时间的考验。